想要活動有特色，道具夠搶眼，達尚幫到你。各位澳門嘅朋友，你哋好，歡迎來到達尚嘅 YouTube 頻道。我哋憑住多年做活動策劃的經驗同夠晒創意的設計力，我哋好清楚澳門各類活動的需求。無論你係搞商業展覽、品牌宣傳、文化節慶，定係私人宴會，我哋都可以度身定做道具同景方案，出來的效果兼具美學張力同主題辨識度。從諗 concept 做視覺設計到細心製作，每一步都會嚴控品質，確保成品精準匹配活動定位，幫你提升活動體驗同品牌知名度。以後喺澳門搞活動，想要視覺效果夠驚喜，揾達尚就啱晒。清新英式風，以簡約乾淨、自然柔和、質感強為核心，注重低飽和色彩、自然元素與精緻細節的融合。達尚從背景板到活動道具，提供全面調定製服務，精準還原 ins 風嘅鬆弛與美感，適配生日派對、閨蜜聚會、品牌快閃、小型市集等場景。復古懷舊風，以年代記憶、經典元素、溫暖質感為核心，細分80到90年代老物件、民國風情、復古港風等風格，借材質肌理、復古色彩與經典道具喚醒集體回憶。達尚可提供從背景板到細節道具的全面路定製，適配復古派對、同學聚會等場景，精準復刻懷舊氛圍。正式商務風以專業嚴謹、簡約大氣、品牌聚焦為核心，強調秩序感、質感與資訊傳遞效率，適配企業年會、行業峰會、招商發會、客戶答謝會等商務場景。達尚可通過背景板與道具的系統化設計，將品牌調性與商務屬性深度融合，打造兼具權威性與高級感的活動視覺體系，助力企業傳遞專業形象。無論你想要邊種風格嘅活動道具同景板，我哋都能幫你實現。從設計到部分製作，全程落足心機，令你嘅活動完美落地。達尚期待你嘅聯繫。